前排喺韓國翻嚟 ，crazy， 連唔小心入鏡嘅路人都係冷白皮，到底係點做到嘅呢？原來打水光針已經 out 咗，而家韓國最 hit 嘅係零修復期嘅愛鼻涕，好誇張，一個療程就已經可以幫皮膚 keep 住打完水光針 day 10最靚嘅狀態，相當於長效版嘅水光針。唔怪得佢 Olive Young 成日賣到斷貨啦。喺韓國超過2000間嘅醫美診所同埋醫院都用緊佢，醫療級嘅愛鼻涕專家 Dermavern 唔使飛韓國，而家香港屈臣氏都買到嘅3件套。第一步用爽膚棉為發光肌打底，香港女仔特別容易棘住喺暗黃、泛紅、浮粉嘅位，直到我試咗呢一個 Dermavern 嘅谷光金肽超彈爽膚棉，簡直改寫咗我嘅皮膚質感。Toner 再加埋化妝棉2合1，喺韓國 hit 到啲，入邊滿滿嘅谷光金肽、維他命 B3，仲有3重溫和煥膚因子。想要皮膚發光，敷佢一次就可以令毛孔收細28%，水分提升3倍。之前用過好多都唔啱面型，但係呢一隻可以拉長到13 cm 咁長，每個部位都巨貼服。化妝之前用想浮粉都難。第二步乳膚愛鼻涕精華，直接喺爽膚棉上面搽上王牌愛鼻涕精華乳膚，呢支精華仲要橫掃埋韓國10大美妝獎，有醫療級嘅愛鼻涕修復屏障，令法令紋直接淡3成，再配合細到只有毛孔1/1000嘅谷光金肽，哇！敷完個底層好似直接着咗燈一樣啊，又彈滑又透亮，連毛孔都減少咗3成 ，exactly 係之前打完水光針啱啱恢復完 day 10最靚嗰時嘅狀態。記得精華係每搽3日就敷1日，效果會係最好。第3步冷白霜瑕疵終結者，瑕疵多嘅話一定要試埋佢哋嘅光感冷白霜，入邊有標靶式嘅3色去瑕疵技術，可以搽走紅黑棕色素，減淡4成，淨係留低冷白光，仲有8重嘅透明質酸，由基底嘅第10層開始補水，保濕效果 last 足100個鐘啊！下巴嘴角顴骨位嘅暗沉，從來未試過咁均勻，果然有咗冷白皮就可以為所欲為，穿咕碌都 carry 到，就知佢咩料啦。